英文咯喎，準備好咯喎，1、2、3。不要懼怕，看啊，因為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，是關乎萬民的。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，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好，1、2、3。願我哋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，願上帝嘅平安與大家同在。